大家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飞队。雷队，来讲台语上水气，踏踏地地，欢迎上进无得比。好，无得比，第二组的来宾，咱的好队。欢迎。比我好，我就是比你好。拢比你好啦哈。第三组的咱的来宾拉队。干巴的，菜价，nice play。来第二组的来宾，咱的五队。咱是什么队？哇！奖金给我抬高。哇！好，奖金拢会提高。哇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来，今日咱四组的家庭拢是啥货咧？拢是服赛了，今嘛来决赛咯。哎呦，真紧张咧！所以讲，咱的这四队内面选一队出来，咱的决赛呢？总冠军啊！总决赛哦。哎，对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因偌厉害哦！加油！咱的飞队欢迎啊！是，来队长是啥人？哇，我今仔赶快是跟我的山友啊，拢无啊。拢无啊！跟阿琪啊，阿姐，嗨，阿哥，咱的多比，嘿，跟鸡块哥，嘿，阿哥，咱的加哦，拢真好，拢顶抓来有摕到奖金无？服赛有摕偌济？服赛1万块，1万块，服赛通啊摕到奖金，无简单呢，无简单啊！所以讲，恁即马离100万愈来愈近啦，咱今日要加油哦！哦，加油讲拢甲讲出来哦！好，欢迎你来第二组咱的好队，队长是啥人？大家好，我是平和。我今日嘛是带我的好朋友来，是威廉、梁希、品成，嘛拢无换啦拢无变，一定要坚持到上尾啊！顶抓来奖金偌济。无摕到。服赛较困难呐。嘿，爱心啊，不要紧，服赛。咱即届嘛是共款，搁通啊摕奖金无？赶快！哦，加油！我想讲100万一届摕啦。唔免啦，你迄寄伫阮家的，你常摕到倒来。吼，寄阮家是100万以外哦，所以先摕到倒，先摕倒讲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来换咱第三队的咱的拉队。大家好，我是若彤，我今日冒头的队员。大家好，我是韩英，建武，还有回本。好，来咱顶出来奖金偌济？你爱心啦，迄嘛是共阮家己寄咱家的啦，不要紧，阮等下行李啦。尽量。谢谢。好，欢迎你咯！来第四队的咱的五队。大家好，我是吴酸，今日赶快带阿坤，阿哥有表公，阿哥有我的金鸡灵嘛来啊！哎呦，帮啊来啊！恁足够的咧，恁知恁的奖金偌济无？你叫表公讲一下。33万3啦！服赛3万3无简单咧。所以阮无欠你啊！阮无欠你啊！即届个有哦，即届嘛加起来赶快6万2。 6万2哦！加油！好，摕到凳，好不好？欢迎你！哇，这四队真好，拢离100万真近啊！哦。是啊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好，现在欢迎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会煮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大家前讲巧个勇，台语前途冲！为到这3字冲！咱正今日甲冲落去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摕咱的100万哦！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抢擂台，大家做伙来。要安怎抢咧？是哦，这回合吼，因为4队拢有来过咱的复赛啊，应该知影，每一个人都来回答2个问题，一题4千，所以一个人负责8000啦。哦，啊4个拢着上济32000块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今日讨论，看啥人第一位要上台。来哦，讨论一个哦。来。
对。不要浪费机会。恰，哎呦，来这，安尼，好，我要出题啊！好，来，咱来看，这个题几个字？ 5个字。 5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哦，哎呦，哦，等下阿妹哦，阿妹哦，阿姊讲请出题，咱未看阿伯，哦，有看到无？伊是安尼，安尼，这遐边安尼有哦，看未？看完了，阿姊。看完啦哦嘿嘿嘿。好，来5个字，知影咱紧的请手答，手还搁紧的哦。听阿姊讲好，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头壳摸咧烧，头壳摸咧小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简单呐。来，分首先，终于有你的信心了。来，好，咱知影就是这个烧的物件就是足旺的，所以规个头壳拢咧激头脑，而且佫是咱像用要烧拍电要火烧啊，佫来就是伊的步数，也是啥物拢真等伫头壳想，咱就感觉那像规个家伙拢伫顶悬，所以就是意思是讲，这个代志吼足大的，啊伊足欢乐的，啊毋知影要安怎咧想办法。好，多谢。是，不要紧，咱还有一题，三位咱加油哦。加油哦吼，好来，咱几个字？有8个字。 8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哎，呦，有2个图，一个这个是头，哎呦，比赛哦，这是头，到底是啥话咧？哎呀好，来8字，来，哎，不要紧，无人知影阿姊。我通下题哦。好，来，咱搁看者，你要爱字还是要搁看？开字好无？好，来，咱搁看第一个字的提示。报，哎要报啥话？啥物报咧？什么报？哦，无，不要紧哦，过来第二个字哦，来第二个字的提示。哦，哦，说说啥？拢什么报咧哈？嘿，说什么报？我会使小提示一下，你看顶悬吼，倒手边甲正手边，迄顶悬壁顶拢有迄个无共的所在，是什么所在？哦，有，安尼呀。哦嘿，安尼，对，安尼，哎呦，哦哟，多比哥，细康无宝，嘿，大康烦恼，哦，哦，细康无报，嘿，大康烦恼。来，老师伊的答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咱俗语内底应该是爱倒句，啊，这句一般大概是报个苦啦，吼。啊，毋过因为咱叫苦嘛是一种欢乐的状态，啊。虽然讲互你对，毋过希望会当甲即句甲学起来。啊，伊这就是细康，咱以前细汉有学过一篇华语的文章，叫做《习惯算》嘛，吼，就是讲头壳有一空，啊，你无去用，你惯势成自然，就喊过，就迄头壳愈来愈大空安尼。吼，所以咱其实俗语有当时会变来变去，所以就是互你即个无补，还是毋补，还是欢乐，还是叫苦，咱拢互伊算对安尼。嘿，多谢。扫入去搁第2位哦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来，第2队，是，来，要来啊哦！加油哦！加油！咱3位因为因分数有摕到，咱嘛干济者，该拼，好不？咱今日把8000摕起来啦。好。好，好来，咱这题几个字5个字， ？5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哎呦，看金钟3寸，那哦。好，等下哦，听我讲，车手答才会当试哦。等我试哦。好，拄啊拢有看清楚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车手答。文，来，讲出来。1米大1寸1米大1寸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你啊，大家证据拢有复习哦。袂歹哦。好，来分首先，有一定的信心了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尤其是囡仔因拄出来，因的规个拢量悬，有当时啊，迄1寸是2公分到3公分，啊，毋过实际上是无遐紧，啊，毋过表示足紧的安尼吼。好，啊，这就是讲囡仔咧大猛大安尼，啊嘛是代表大人的辛苦。好，多谢。好，不要紧，到第2届机会哦。好，来，咱几个字？嘛是5个字啦。嘛是5个字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看清楚是啥？哎呦，这啥？哎呦，哦，5个字。哦，迄只是什么？迄只是啥物货咧？啊，迄地是什么？对，来，咱请手答。
哎呦，要紧哦，我通提示哦。阿坤你是拔倒我来第一个提示哦，哈，来，咱第二个提示。哦，神，什么神？就是啥？迄啥货？无咧。无吼，来，搁一字哦，来第二字。哦，就好神嘛，意思甲你讲，这只就是好神啦。嘿，好神，迄底是啥物货？是安怎你创啥咧？哎呦，哦，嘿啊，有无？若无，剩三个字，我要搁提一字哦。阿姊，过来。过来一字哦。好来，搁一字的提示。哦，杯，好神，什么杯？哎呦，嘛是无。哎，我会使小提示一下吗？哥哥，你看无？看无？捌听过无？唔捌，有关好神的代志，你唔捌听过？伊可能，阿姊，我会使提示一个，这个物件发生的所在是伫咧便所内底。便所内底这明显安尼。好神拢爱食什么？若无不要紧，免勉强。啊，无搁一字。我搁一字，恁手就紧来放好哦，知影就紧来抢答哦。哦。好，好来，搁一字的提示。母。哦。哎呦，给个哥来。好神母西杯。哦，好神母西杯。来，老师，好神母西杯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哎呦，哎，正好。好，咱咧图后壁遐有一个马桶，是。迄个叫做西杯伤高，因为古早咱无马桶这个物件，搁无棉仔纸、无纸安尼吼，所以一般拢是伫咧西学啊，还是外口咧便所咧放屎的时，伊就用迄叠鼻啊，用薄薄啊一个甲围好清气安尼，迄个物件变的物件，咱叫做杯，譬如讲乌面蜡杯、脆杯，变安尼，拢变安尼，所以这个就是好神母迄块西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伊一只好神尔，要去母迄块遐大的物件，而且迄个物件已经用过啊，搁定嘛毋是伊要爱的物件，所以就感觉讲伊安尼伤过不，伊就是讲无去测家己的力量，所以会互笑安尼。像即款的俗语。咱个会当讲，无迄个尻川要食迄个下药，也是讲四娘人讲半斤话，这拢是一种无去华语叫做不自量力，台语就是好心不西杯，做袂到的代志，莫讲答应啦。对，做袂到的唔好去学白母安尼。是，无唔对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过咱今嘛来进来看咱的分数。吼，咱这边的动静敢若拢无哦。是啊。好，来看这分数，看咱会队。会队有12块咯，厉害啊！咱后队咧，爱心一粒。不要紧，咱就来个2位哦。好来咱拉队咧。有4千咯。哦哟，袂歹。后队咧。嘛是爱心哦，加油！哦，好，来第3位要来啊，今日来换人。来第3位啊，好，来要出题哦，来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，请出题。先看。哦，哎呦，这查某，因为讲啥话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我知影，无唔对，第1个字。来，咱第1个字的提示。气啥嘞？观众朋友紧来哟！咦，敢知这是什么意思嘞？好，来要出题哦，来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，请出题。先看。哦，哎呦，这查某，因为讲啥话？记来记去，到底是记啥话咧？有无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我知影，无唔对，第1个字。好，来，咱第1个字的提示。气啥咧？气啊！什么气？过来一字好不？来，第2个字。好，进。什么气？什么进？什么？哦哟，来，你家己嘛去惊着。我想讲爱请手答。别，互相拉开求进步。哦。为什么？我就知影这7个字。你看迄图。敢若是因拄则有欢喜，搁有都会有进步。后壁迄个有。哇，应该是成绩单吧？还是镜头用顶管？无条就唔是哦。来问老师哦，来互相老开求进步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
这等于应该是有练啦。对啊。好，来分首先，终于搁得到4000咯。这一般是较客气的讲法，因为咱台湾人拢好歹在心底，笑笑陪人咧，所以会愿意甲你讲，伊有当时啊讲了后，搁惊歹势，就讲啊歹势啊，咱这互相闹开求进步啦。啊，其实是要互规个当成长起来一个向善的力量。嘿，多谢。搁一个免烦恼哦。好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来跳一步，跳一步。嘿嘿嘿嘿嘿。好，来哦，来几个你？5个你。 5个你，来咱请出题。哦啊，有哦，有看到啥话？迄只是啥物？嘿，啊，迄支是啥物？嘿，知影无？来，咱请抢答。有无有无？有无？若无心理准备，咱就来出一个字哦。好来来。好，第一个字的提示，5个你尔哦。卡，哇，迄支就是卡啦。对啦，啊，这只是啥物？所以啥物卡有哦？安怎？什么卡？哈，有无？无，我就过来第二个提示哦。来。好，手放好好哦。来，第二字的提示。牛卡。那拢无咱搁看一解落啊影片啦。你知啊？来。我想讲爱有画面呐。好来。牛卡说出来。牛卡说出来。你的画面足大哦。你讲这就叫做画面哦。哦，对，龙眼就是另外画面。好来，咱这画面来画看卖啦吼。好来，老师牛卡说出来对唔对？对，正因为迄牛咧行拢慢慢啦安尼踅啦，其实迄踅有当时是讲迄款溜啊蛇，因安尼踅啦。啊，毋过对牛来讲，这慢死踅的动作嘛是叫做踅。啊，伊就是平常时骹拢藏伫内底，伊若要出来，迄骹嘛是慢慢啊伸出来，所以就是该配合伊身躯的动作。啊，意思就是讲伊就是咱华语讲的露出马脚，吼啊，咱袂当讲马骹，咱是讲牛骹踅出来。啊，像这款就是有当时咱就现代咧讲的，就是讲，迄水摕是较知影像无穿裤嘛，吼。啊，毋过咱俗语其实台语会当你落去变，吼。譬如讲这句，咱就会当讲考老就知影像无夹裤头，这句是我家己想的，我感觉这个嘛袂歹安尼，吼。所以大家会当运用一寡语词去创造生活中的这迄个俗语，拢嘛是袂歹。等下个后一位上强的要起来哦。哦，我看伊安尼器材，伊应该是袂紧张啦吼。应该袂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而且吼，爱甲庙讲一个实例，互你压力大，是，无压力，无压力。吼，对，因为这咱搁有后一个会合啊。是啊。若要害人，咱就爱去后一个会合，对吧？咱这就是甲基础提好，提好稳就好啊啦吼。好，来，咱几个你？6个你。6个你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看清楚。8字。哦，8字。哦，有无？伊遐写啥话？啊边仔一个啥话？对啊。哦，上边的红衣有无？嘿，好来，我一个字的提示哦。来，第一个字的提示。土的土。土是啥物土咧？红衣啊，甲土有关系。是有无？无。第二个字的提示。来。骆驼。是。嘿啊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嘛是个唔知，个一字哦。来，个一字的提示。字。骆驼。安怎字啥物？是。来。哦。骆驼是8字名。对，正确。好，咱骆驼就是讲为天顶落来，咱凡间投胎嘛，所以就该当做骆驼，就是出世的意思。啊，出世的是伊的生辰日月，啊个时间，啊个包括伊即个天干，甲天干地支配合好势，就是变做8字。啊，人讲骆驼是8字命，8字命运天注定。啊，毋过其实你会当去改变你的运命，像讲有的人出世伫个较艰苦的厝，啊，毋过伊就是向前行，安尼嘛是会变做好命。啊，有的人是伫甘金汤时啊出来，毋过伊是变做苦梦下，啊，迄钱拢乌白呀，后来嘛是变歹命。所以咱即个是咧鼓励人讲，咱顺即个运命落去行，毋过伊背后是叫大家爱拍拼。爱拍拼。好，
来，是吧？啊，搁一题，免烦恼，免烦恼啦，搁一题哦。加油哦！好，大家拢来，开始啊！几个字？ 8个字， 8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有哦。哎呦哎呦，这啥？哎呦，高中的啦。高中的啦。嗯，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哎呦，哦，高中的。演技妹拄着关老爷，演技妹拄着关老爷，你倒位看到？是红，所以是演技妹吗？因为关公是穿青衫红面，啊正面是咱的演技妹。哦，而且门拢红红的。是，好来，老师伊的答案，演技妹拄着关老爷，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，咱解释一下，这个 M 字尾，咱就是伊是赤兔马啦，花旗赤兔马，所以伊走的是迄肝流出来是粉红啊色，所以叫做 N 字尾。啊，因为伊这个尾吼，其实头前佫有一句叫做恶尾恶人徛 ，N 字尾拄着关老爷，所以伊足恶的，无人有迄款领命价无够，无法度徛起哩，所以敢若关老爷会当去操作这个N 字尾吼，所以这个就是讲。甲大家讲一物克一物，啊，像这款的物件，咱可能有迄款就是恶尾恶人徛啦吼，也是讲你可能暗门头去拄着煞，迄一定夹做伙，有当时嘛会当用来讲感情吼，所以伊的运用是足多元的，你爱看前后文来决定你的俗语的用法。好，多谢。好来，今嘛进来看咱的分数，看阮的会队。是无16000，厉害哦！好队有4000，袂歹。好，咱的拉队咧。哎嘛有4000哦。哎，啊，咱的五队咧。哦，靠庙讲得就8000了。哦，这个回合真好，无人有爱心哦。嘿，大家拢开始咯。哦，咱今嘛就来看这咱后一个回合，看大家是不是通啊个遮尔啊团结，遮尔啊用心哦。是啊是啊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稳到第1名。稳到第1名。哎呦，记得3万块等你赢。哎呦，这3万块要赢无简单，因为这个回合一定爱互相利用求进步啦。利用有影哦。对啊对啊，我甲你看来，结果哦，这就是爱甲风险甲分开啦。没错。啊，咱这若是要安怎算咧？哦，咱这回合吼拢总6题尔。6题。是啊，每一题拢有 A、B、C 3个选择。啊，咱就是看你感觉 A 是对，啊 B 是对，你就去徛。哦，徛到尾啊，6题讲煞，什么人倒一队上侪人挖落来，还是干那剩你这队挖落来，就会得到3万块。哦，啊，若有人啊，你感觉你的答案一直对，有人一直对你，哎，想办法甲害开啦。哎呦，剩上尾2秒的时阵，雄雄走。啊，爱保护恁兜的队友，看安怎分配，对，风险甲分开哦。6题哦，加油哦！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一般咧食的糕仔饼内底用乌豆沙做餡，啊，你敢知迄是什么原料咧 ？A， 伊是花豆 ；B， 伊是红豆 ；C， 伊是乌麻。哦，好，来，进入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 A、B、C 哦。乌豆沙哦。好，来，今日要讨论哦，大家行行讨论哦。20秒了。嘿，花豆、红豆、乌麻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。袂得你倒。来，哦，来，咱即嘛，这是花豆嘛，吼。对，花豆。是花豆就较大粒的，啊，红豆啊较细粒。对。嘿，啊，乌麻就是迄落啊。芝麻，黑芝麻。哈，对，所以讲你选的是花豆。嘿。哦，好来，你嘛甲人花哦。哇，这花豆应该是乌的吧？哦，我唔知是唔是乌的啦。所以乌豆沙你就感觉花豆。系啊。啊，你嘛差不多啊嘛，那要结婚就差不多要买饼。差不多啊，可能迄个时阵才过来，我就知影。加哥哥。我是要刷红豆的，你讲我讲唔是？你用啥过来？唔是啦，我刷过我走过来。你看唔到啦，我看唔到啦。啊，是哦。你感觉是花豆，你知花豆？花豆我知啊，大粒豆，而且真正皮是花的花。是。系啊，嘛是红色的啦。对。啊，一般应该拢是用红豆啦。红豆。所以欠唔到啦。是啊，不要紧啦。无笑。梦啊，嘿是，你红豆，嘿红豆，你要做饼。绝对会选择红豆，不管我会晓做无，就是红豆。为什么？做主心，因为
自细汉食到大汉都是红豆。哦，你食妈妈讲，对，阿嬷嘛讲，妈妈嘛讲，大家拢讲是好。啊，酸的咧，我是感觉红豆的色较深啦，所以想讲乌豆色应该是红豆。是好，你嘛知影？为什么你这少年嘛知影？因为红豆伊色较乌嘛，啊花豆伊是较黄，伊刷做出来较粉。较粉，迄个豆沙做出来较对，啊乌豆沙应该就是红豆的，红豆啊应该是。好来，这是咱家哈。啊，这两个是乌麻。红杀过来。对啦。红杀过来，是倒一支手？你讲出来，倒一支什么样的手？比出来。啊是五位啊。我咱去话话较大的啦，是，捌知影乌麻是啥？应该是。芝麻吧，黑芝麻，黑芝麻，是，因为乌豆沙，乌豆沙啦，是毋是较乌？嘛是较乌啦，啊，我是想讲哦，嘛是有迄个可能啊，较传统的物件，传统的，对，以前个是安尼做，即马毋是安尼做啊，嘛有可能啊。因为可能是芳，啊有加啲什么原料落去安尼。有的大饼嘛是用麻啦，是，因为阮这部足好讲骗的，为着100万无简单要送人，那有可能遐尼啊简单？是啊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了解，其他应用咱先休困哦。是这样的。毕业留落来就好哦。好，咱唔要互字面骗去，因为乌豆沙，吼啊你若咱今仔日是无乌豆的选项，你若乌豆一般内底是青仁的，所以迄色出来袂乌乌。啊，搁迄个花豆嘛色较粉，吼无可能。啊麻啊，迄字就甲豆完全无关系啊，吼。红色的时再甲塞倒转去。OK， 啊，咱讲啥那红豆会变乌色的，因为伊需要过炒。爱麦芽糖，啊，搁有砂糖，啊，搁有一寡牛油，所以你就去悄悄的，啊，搁看每一个人功夫无同，可能迄色就会变较乌。啊，咱一般来讲，就是甲伊讲做乌豆沙，啊，红豆沙较少人咧讲，嘿，所以这题目有当时会甲你怪安尼。好，多谢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所以讲唔通去互阮骗去哦。是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者咱的队友哦，哈，咱来看咱的。会队有几个？讲两个袂歹哦。是啊，咱的好队啊，剩一个，哎呀，紧张哦。好，啊，咱的拉队啊，嘛有两个。好，啊，来五队嘛是两个哦。好，来第二题鸟，咱继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电火是电灯，啊，电风是电风扇，啊，你敢知影电光是啥物呢 ？A. 闪电 ，B. 激光 ，C. X 光。去看医生的时阵，有的时阵，拢会叫你讲，你去照一下电工的。有注意到人伫讲啥话哦？哎，所以应该是 C。之前陪阿嬷去病院的时阵，嘛是讲爱陪伊去照电工安尼。是。对。啊 A， 迄是C呐嘛，啊 B 我唔知影，啊所以我想讲应该就是 C 啊。电火是电灯，请问电工是啥物呢？请问电火是电灯，啊，电风是电风扇，啊，你敢知影电光是啥物呢 ？A. 闪电 ，B. 激光 ，C. X 光。好，来，你20秒时间，请选题。电。哦，嘿，电工啊，电工，嘿，是呐，电工来哟，紧的哦，3，敢若3个尔，哦哟，哎呀，是3、2、1，好来，哎呦，电工，哎。我是感觉吼，若是比极光，啊，你就赢咧，全部都拢在位啊咧，对唔对？你是用杀过来还是安怎？是我用杀过来。又果是一支手。我本来想要 A 哦，你本来闪电。我看到拢无人啊。惊。对啦，安尼嘛是俗无啦。啊，我较紧的嘛，较温暖啦。对，所以讲你就无选 A 啊。嘿，我都无选 A 啊。哦。安尼嘛是对啦吼，啊你来看，遮温暖，哎呦，规芳的，遮尔温暖啦，是。因为去看医生的时阵，有的时阵，拢会叫你讲，你去照一下电工的。哎呦，有注意到人伫讲啥话哦？哎，所以应该是 C。
多比哥，多比哥，嘿嘿，你嘛是赶快去看水机的时阵，看你去叫电工。我是顶个月哦去病院排队，啊，迄落医生就讲28号来翕电工，啊，我就入去。哦，啊有安那无？啊，为什么要叫电工？啊，检查身体啦，嘿，电工检查好加一年一届，一年一届。是定时的啦，那你爱定时来检查。无什么病应该可以。好，来吴酸。你嘛是感觉是 X 光，你嘛是去病院，还是讲去迄落看喙齿的所在？我正陪阿嬷去病院的时阵，嘛是讲爱陪伊去照电工安尼。是。对。啊 A 迄是死呐嘛，啊 B 我唔知影，啊所以我想讲应该都是死啊。好，恐怖。对啊，无人选哦。没啦，啊万不离是 A 咧。咱就看分数上悬的人，咱就去后一个会合就对啊。对唔对？3万块省起来。是啊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来，咱 B 的牺牲的英雄，咱再会。嘿，放轻松。好，大家拢解说甲足好啊，所以我干那补充一个，咱这个电工爱念做公平的公哈，啊，伊的英语叫做 X-ray。就是迄个写出来算，会当照你的一寡腹内啊，还是骨头、喙齿，啥物拢会当照。哈啊，这是甲大家补充一个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一下哦，即马咱的会队有2位，共款2位，嘿，河队1位，嘿，咱的舞队2位，拉队1位哦，加油加油哦！拉队加油哦！要搁出第3题啊哦，好，来，上回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古早地名，爱敢知影倒一个已经通过天文学术组织的认证，摕来互兴星的名咧 ？A. 打狗 B. 水沙连 C. 花兰。好，来，进入20秒的时间 ，A、B、C， 请选择。哎呦，是 A 已经认证的哦，会记哩哦。好，是打狗、水沙连，还是咱的花兰？哎呦，紧的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！那真恐怖啊你啊！会使手放啊，手放。真正有影足艺术咧。对啊。敢若就云梅舞剧。对。连着安尼，是的。迄平衡，啊真好安尼吼。后来咱是 B。这较心虚啦，啊个逐题拢对吼，我个感觉一直连落去，安尼就对啊。我是这个。不过你捌听过无？捌知影这个？捌听过，我知影打到个高雄嘛，高雄敢若绝对唔是的啦。啊，毋过我就是单单徛伫遮 B 甲 C， 对哦，看你上尾啊两个。嘿，啊我的直觉就是感觉就是 B 啦。就是 B。好来，咱问一下跳舞的，来，哇，嘟嘟啊舞跳了真好对啊，哇，哎呦，是，像那伊应该是知影这。只是恁啊，为什么是伊硬要过，还是你甲杀过？我甲杀过，我就想要杀看卖啊。哦，你家己嘛无肯定是毋是这？哦，红样红样过遐无？我水沙连无呢，我去过拍狗甲打狗甲花兰，我知影这2个所在，但是我袂记水沙连应该是原住民的名，第一名安尼对。唔知佮讲遮多嘛，不理你。哎，无定着伊讲的是对。对啊，哎，问一下品和。品和来，你应该知啦。我嘛是拍狗甲花兰有听过，是。啊，我嘛是 B 甲 C 咧定咧选。是。啊，我的队友甲我讲，伊嘛感觉是 B。来，那你骆童。来，阿东诶，你知影打狗是高雄吗？你嘛是上尾为 B 个跳过来呢？我咧无把，我就是 B 甲 C 咧摇。是这样尔会紧张，你知影？会紧张，因为水沙连我唔知影伫在。是。我刚听过打狗甲花兰，所以我 B 甲 C 摇，我摇 C。摇 C，我袂摇咧，上可怜就是这个。头皮哥啊吼，哦，安尼嘿。甲阮队长咧练舞。是吼，无唔对。不过你的感觉是毋是 B？我感觉是 B 啦。你感觉是 B？伊拢会当变高速公路的名。
水沙连高速公路。哦，安尼伊知影是倒位哦。哦，厉害哦。所以伊拄仔硬要去啊，叫队长甲杀过来。唔要紧啦，唔对，队长负责啦。不过你咧上重要是爱保一条命，爱保一条啦，爱保一是 B 就是 C 嘛。哎呦，对。啊，若是 A， 咱就再会啊，3题咱就再会啊。对呢，哦，哎，录了未啊？今日拢安尼，真紧哈。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正确的答案是。这是国际天文联合会因100周年的时，就开放予世界，落去摕一寡迄个行星来号名。啊，咱台湾这个清代物理系一个江教授，伊就是有做这个规划。啊，因为咱迄个日月潭，咱是爱经这个水沙连，这个名。啊，伊的迄个小语的发音叫做沙镇。好，所以伊就是水的意思，啊，伊个叫水沙连。啊，因为南投这个所在，是小作伊的发源地，啊，因所有包括伊日月潭中央迄块光华岛，即马拢袂当入去啊，迄就是因一个圣地吼。啊，佮有因为日月甲这天文较有关系，啊，伊迄湖的形就是一个那日，一个那月，所以配合起来，这个水沙连佮加上。伊本身的名听起来，就那像咧河溪迄款感觉，所以这个名就足侪人选，啊，咱就用这个去做代表，啊，有认证会当其中一粒行星就叫做水沙连沙镇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要来第4题哦。加油加油！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拍头啊，唔是布，伊是食物。啊，你敢知伊是虾米呢 ？A 一款菜 ，B 一款果子 ，C 一种鱼。哦，来，进入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哇，拍头啊！我唔袂记的。哎呀，无简单哦！哎呦！来，到底是虾米？是菜，是果子，还是鱼呢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！哎呦！哎呦！哪会遮孤单？唔是免孤单，阮来，免孤单。你后壁头拄敢有人？我单单无去迄度，无去注意。就讲有人无？应该无人。后边应该无人啦哈。啊，恁即摆是加风险分开是毋是？嘿，因为我看伊徛伫遐，我过来食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应该是一种菜，啊无就是对我来讲是，就像布拉鱼啦，还是啥物鱼啊，还是啥物头，啥物系红子啦，啥物有诶无诶。是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啊毋是鱼，就是菜。所以一人徛一边。嘿，啊，毋过果子我是感觉应该无可能，嘿，是，我是安尼想的。其实无定就是，伊这想法袂歹哦。你赢咧，安鸟诶，哦，是毋是？好来3位。我毋捌听过。我有听过阿公有讲过，啊，拄则听队友讲是鱼，我有较有自信。恁队友啥啊？都一个队友才搞啊，啥啊？这边换伊不一定，阮爸爱钓鱼。拢无人要选果子啊，吼！啊，若是果子啊，就好笑安尼。哎呦！好，来哦，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咱 A 先休困。伫咱实际上这个鱼仔名内底，咱叫做拍头啊。啊，这个拍头啊，伊其实是咱台湾10种鱼内底，排第10名，就是上好食的鱼啊。所以有一个10寸啊的这款讲法。啊，伊叫做拍头啊，啊嘛叫做这个就是膏鱼，啊，佮有这个鳟啊。啊是安怎会有这3个名？因为伊差不多春天迄当阵，啊，伊就开始有这个鱼啊出来。啊，因为伊是迄个。阿爸咧钓的吼，差不多中小型迄款鱼啊，20公分左右。啊，伊的特色就是伊头壳足大粒的，所以其实迄骨仔无足定的，啊，就拍安尼。啊，
啊，伊叫做高仔鱼，是因为伊咧迄个生卵啊，咧用的时生团的时，会发出迄款咕咕咕咕咕的声，所以伊就叫做咕咕鱼嘛，叫做高仔鱼。吼啊，谭大村也有解说过啊，所以咱即个鱼啊，伊是叫做拍头啊，就是大粒头，啊，毋过迄骨啊无讲足定的，拍安尼。好，好，多谢。后来即马3位队长要拼输赢哦。后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胖就是华语咧讲的面包，啊，这个外来词的起源唔是日语哦，你敢知影是什么语咧 ？A. 荷兰语 ，B. 葡萄牙语 ，C. 罗西亚就是俄罗斯语。后来恁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胖是荷兰，还是咱的葡萄牙语？葡萄牙，好，罗西亚。哇，哎呦，差不多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哎呦，那只恐怖啊呢！我咧摇啦，绝对无可能是俄罗斯，因为俄罗斯不产小麦。嘿，嘿，伊遐敢若拢大吼。系啊，是。好，啊啦，咱的葡萄牙。先问一下，尾啊，要走去咧，这个。咱队友即马佫讲啥？无，我是想要经 A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队友讲的。都是你个记出来，都是队友，即马讲多一个。有时啊，以前敢若历史课本内面有讲过啊。哦，历史课本内面有写。不过两个队长拢骑车，我唔敢骑过。哦，课本不会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你分数上少，你应该骑过，甲因拼。啊，拼了你的啊，啊来甲因平手你袂赢。对，是。好，伊唔是日语，咱大家拢老准是胖是日语哦，伊唔是日语，所以讲恁葡萄牙，恁知影葡萄牙的话安怎讲无？知影西班牙，其实跟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欧拉，嘛是欧拉吗？应该拢是拉丁文的，对啊，应该差不多。对，阿姊。哎，我以前爱背呢，因为阮去南美洲，阮那细汉的时候去南美洲。你表演？嘿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. 对啊，背到10，我唔知影叫阮背这到底是要创啥。啊，不过阮就是兴兴啊，你要讲啥？开始1、2、3、4。细挂都是一个细细的，而且那边的稳到，它就是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的那个数字。葡萄牙袂歹，啊，拢无人要去迄落啊。罗西亚，无生产小麦啊，无生产个麦啊，伊就无法度做胖啊。哦，较大啦。我头拄咧想，荷兰嘛拢种花，伊的小麦，应该有哦，伊就在模仿哦，风车哦。啊，若真正是伊，因都拢无安尼。系啊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讲即个葡萄牙语吼，咱知影即个航海期、殖民期的时，就是讲一般荷兰拢为南部来，啊，毋过葡萄牙因是为北部来，啊，所以像咱北部遮嘛是较有葡萄牙语即款地名，啊。日本伫搁较远的北部，所以伊即个语言虽然咱外来语是用日语的胖，毋过实际上就是葡萄牙语传入去。啊，伊的葡萄牙语咧写是 PAO， 然后一个迄个泰的一个迄个海波浪的形伫迄个啊母音顶悬，所以伊嘛是念做胖。啊，拄好伊传去日本的时，日本因的迄个小圆面包，咱英语叫做棒 ，BUN。啊，因为因嘛叫做胖，啊，内底是红豆的嘛，日本的红豆胖就有名，所以就是甲伊变做讲好，安尼嘛用胖迄个音来做因迄个面包。啊，一般咱的误会就是感觉讲啊，咱咧食的胖。的那像小胖，迄嘛是胖。其实小胖伫英语内底，咱叫做 bread。啊，那迄款有包啊的，咱叫做棒。好，所以这可能大家会当就是去学一个安尼。好，来上尾一题啊，应该是上尾一题啊吼。哎呦，加油哦！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 A 到这个词，除了会使形容人袂使讲话，阁会使形容什么情形呢？A.
咱的题目歹去袂生 ，B 车出问题袂叮当 ，C 咱的山尾真悬真惊。哦，来，恁有20秒时间，请选择哦。来，今日讨论拢卡讨论哦。 A 到哦 ，A 到哦。是咱的题目歹去袂生，还是车出问题袂叮当，还是咱山尾伤悬真悬真惊。来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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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张，刺激，歹去袂生 A 到，伊讲 A 到袂生。哦，有诶，就是物啊袂叮当，阿姨 A 到啊，吼，形容啦，形容安尼是好，啊你嘛是感觉是，我嘛是阮庙公的知识，庙公，因为爬山是其实有 A 雅口这个名，但是讲迄个地，我咧用可能是迄地所在。山啊已经袂个变搁较熟啊，就会讲伊个 A 到去啊。对啊，就是袂当食啦。哦，你有咧种酸啊？我无毋讲我会买啊。哎呦，嘿啊，我咧听老一辈人真正拢会安尼讲，哎 A 到去啊啦。就是安尼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者，你的是迄落啊，你搁听啥人的？无，阮讨论是讲是 A 啦。恁讲我是 A。啊，毋过我嘛，若是要赢，就是爱。该无共款哦，你无人迄个吊车过路啦。哎，对，吊车啦，伊毋是 A 到啦，迄毋是 A 到，迄过路啦。是，好来啊哦。哎呦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拼好，跳棍应用，袂歹，拼到这个时阵，你尽力啊，你尽力啊，是。哎，这是实物，就是讲本地爱补演的，还是爱熟的，拢无法度熟，吼。啊，伫迄咱咧种物件，譬如讲迄个豆啊会搞去啊，所以你甲泡水，伊嘛袂补迄个。布艺安尼吼，啊，另外就是有足侪果子，咱是后来较会熟，譬如讲金蕉、山影、吼木瓜。色茄，吼，你若伤早晚的时，伊其实内底无啥色，伊就无法度后来个色，吼。啊，古早咱咧温这物件，有当时会甲温在米红内底，用迄米的烧度，还是迄米浆的迄款温度，会个色较紧，吼。啊，所以咱这个 A 到是安尼用。谢谢老师。哦，来。因为两边吼拢活到上尾啊，所以3万块2堆来分，来平手来分嘿。是好，一堆就15000，嘿，啊，搁甲第一回还踏起哩。好，看啥人分数较悬，就是他摕到咱的门票啊啦吼。好来，咱看咱的归队，归队加15000了，就是31000块。嘿，啊来，咱好队咧，好队是4000。哎，嘛是真高安尼，啊咱拉队，啊嘛是4000，袂歹哦。加可笑的咱的五队，五队踏15000了是23000啦。加可笑，不要紧，安尼就来恭喜哦。嘿，咱恭喜咱的迄落归队进入决赛啦。哦，门票摕到啊啦。好，即摆咱今日来去摕来的1秒3000金。1秒1000金。哦，大家介认真啊。哦，真正有影有认真，是甲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即马奖金有31000块。31000块啦。好，1000就是1秒嘛。是，所以即马31秒。31秒，加落去。哦，搁加10秒，变41秒，好无？41秒。是啊。哦，袂歹，速度爱真紧哦。咱这回合就是楼顶跟楼骹选一边。嘿，啊你若决定了，你就爱紧去选哦。楼顶就楼顶哦，你就会停。咱即马开始哦，咱摆一排，第一位是啥啦？啊，大家拢会使参详吼。是拢通参详哦，互相讲哦。啊，确定了就停哦。好来上诶，咱请出题。河顶是楼顶啊，楼骹切看。好，楼顶个楼骹河顶。楼顶停。哦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楼顶。拢总31000块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咱即马开始哦，咱摆一排，第一位是啥啦？啊，大家拢会使参详吼。是拢通参详哦，互相讲哦。啊，确定了就停哦。好来上诶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河顶是楼顶啊，楼骹切看。好，楼顶个楼骹河顶。楼顶停。
哦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楼顶，楼顶上的对唔对？正确，楼骹是门牌啦，门啥？门牌，门牌，嘿嘿嘿。哦，楼骹门牌，好来，第第二位哦，咱的加甲哥哥哦，嘿，加甲哥做胖个袂晓讲胖啊，对呀。好来，第二题啊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落地是楼顶啊，楼骹请看。落地是楼顶啊，楼骹。楼骹，暂停。停。哦。啊，楼顶啥？诶，什么海嘞？哦，海嘞。这个胖无关系啦。但是有一款胖内底是用捌打的，就是迄个光梨啊型。系啊，对，你是想到迄吼？系啊。先落地嘛。落地啊。是。爱讲楼骹啦。来，上个对唔对？啊，正确。好来，咱看这秒数。够35秒。加油哦！来。知道的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马丘是楼顶啊，楼骹？请看。马丘哦，是楼顶啊，楼骹。马丘。楼顶。停。较大声。楼顶。嘿，啊楼骹是啥？迄个暗公鸟哦。哦。鸟头骨。鸟头叫暗公叫拢可以啦。是。上个对唔对？啊，正确。好来，31秒。是，哎呦，32秒，恁摕真好的奖金等加油哦！第4位啊哦。来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甘露是楼顶啊，楼骹？好来。楼顶。停。来。楼顶是甘露啊，楼骹咧。楼骹是滴蜻蜓，唔知呢。蜻蜓就是参衣，滴参衣。所以讲的是对的正确。咱即马看一下咱的分数，哦，够29秒啦！最高奖金是29000块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哎呦，恭喜啊！29000块，奖杯。真正咩门票嘛摕到啊？系啊。是，啊，而且咱拄仔伫讲啊，讲咱无对的不要紧，咱若对台语有兴趣，继续甲阮收看阮的台全家有智慧。嘿啊，后一道，咱后一季，再来报名，咱过来报名参加就好。吼，无的靠这内面呢，即嘛毋是100万哦，可能是200。一直天气，哎呦！哦，不要紧，去报名来就好啦，哈！啊，今日恭喜恁哦，得到门票啊！啊，嘛要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是，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辛苦了。是，多谢大家。大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祝你大家好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后回再过来。哎呀，多谢，不要讲太厉害，谢谢，恭喜，结婚来啊，恭喜，后回再过来，请